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，还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我在网上查呢，以前好像是有人可以进到这个古城里面去参观的，而且它那个古城里面有游步道的，但是现在好像都没开放。这样吧，我用无人机给大家飞一下吧，因为它这个古城里面是没有东西了啊，就是剩下四周的城墙了，其他是没有东西了。看看，就从这儿进去啊，很可惜啊，进不去了。感觉啊，这边的城墙特别新，看到没？好像是维修过的。那边呢？那边北边的城墙好像比较老一点。朋友们看看啊，这边的城墙就比较原始了啊，就以前保留下来的，感觉跟那个宁川的那个西夏王陵的那个城墙非常像。现在呢，给朋友们讲讲这个准噶尔的故事啊。这个准噶尔呢，其实就是蒙古瓦剌部的一支，叫准噶尔部啊。我们在历史上面最熟悉的就是康熙皇帝啊，三征噶尔丹啊，噶尔丹就是这个准噶尔的首领啊。1634年的时候，那个准噶尔的首领巴图尔建了这个城。他死之后呢，他把位置传给了他第5个儿子，叫申格。到了1671年呢，申格啊，他被自己的2个哥哥给暗杀了。这时候啊，最有名的噶尔丹就出场了啊。噶尔丹呢是申格的亲弟弟，他呢当时啊在西藏拉萨跟五世达赖学佛法，知道自己的亲哥哥被杀了之后呢，知道自己的几个侄子啊年幼，无法做那个首领，也就是台吉啊，当时叫。那么他就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呢，统领准噶尔。然后呢，出兵征服了察哈台汗国和周边的一些小国，他就自称大汗了。其实按照蒙古部落以前的那个传统，非黄金家族的成员，就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，他是不能称汗的。后来呢，这个噶尔丹呢，在沙俄的支持下啊，与大清啊为敌了，导致呢这个康熙皇帝啊3次亲征噶尔丹。第3次啊，在那个战败之后啊，这个噶尔丹呢就服毒自杀了。第2年呢，他的侄子叫策旺阿拉布坦，就向清朝呢献上了这个噶尔丹的尸体，称臣啊。于是呢，他就坐稳了这个噶尔丹汗国的宝座。后来雍正皇帝也试图啊征服这个噶尔丹啊，结果呢是大败而归啊。到了乾隆年间呢，乾隆皇帝啊趁这个噶尔丹趁这个准噶尔内乱的时候呢，他一举平定了这个准噶尔啊。乾隆就学得很聪明啊，他把准噶尔部呢拆散了，并入到其他的蒙古部落当中。从此之后呢，这个世界上面就再也没有准噶尔部了。其中啊有文字记载啊，说是在准噶尔上千里的土地上啊，没有一顶瓦剌的毡房啊。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城市的选址非常好，两边是山，中间是一条河穿城而过啊。不过城中留下来的东西呢确实是不多了，除了一些以前留下来的城墙，还有中间估计是以前的宫殿的一些地基还留存着，其他建筑几乎没有了。然后运气的